姐，我是想讲最近吼，无找你来练习一个算一下游戏咧。耍游戏要耍什么游戏？因为吼，最近人拢讲爱耍游戏，咱的游戏吼，你愈熬耍，才有法度吼，得到搁较大迄个奖金啥物的。无咱来试看卖。嘿啊，你毋是讲什么游戏咩？人讲就是看吼，两个人片仔愈来愈活，袂使先笑，先笑就输啊。哦，袂当先笑就输啊。对，要吼。好来，开始。请问，咱若讲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，伫咧华语内底，伊是啥物意思咧？这个卖讨论，变讨论。对。哦。半斤半因为这八两。我讲以前吼，迄个白宇甲迄个子怡吼，迄是我的朋友啦。我是因的伴嫁。是。嘿，迄当阵因两个都是吼，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的关系。哦。子怡福建。伊就讲新民有来讲来，嘿，白宇的福建。斗头比较像是一个互相配合帮他翻译，应该这样子的角色所以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较无迄个艺术啦。半斤八两吼，嘛是就接近的。这是两个物件是同款的。嘿，是，啊，毋过是人龙背为干。因为 B 跟 C 拢其实蛮接近，是吼，姊也讲 C 啦，好，咱来看，你确定吼？好，是毋是 C 龙背为干？对毋对？咱这个当机倒头，其实大家拢知影啦。毋过就是讲，因为这个倒头咧替迄个当机传话翻译对吧？吼，其实是毋是真正安尼？可能因两个知，也是可能嘛无人知，所以就是讲，可能用伫咧一寡讲人龙背为干，意思是讲，可能两个斗空要设计，也是讲已经讲好啊，要做什么代志，所以这甲半斤八两无啥共款，半斤八两是变做是讲差不多安尼意思，所以应该是龙背为干较接近啦。